甲大家补充一个吼，真深色的迄个啥的语词吼，或者吼喙焦食咸卤，喙焦食咸卤，吼，这个呢，咱会当吼来搁加吼扣这个语词哦。喙焦就是吼，咱足喙焦对无吼？结果喙焦应该是爱啉水才对咧，结果毋是咧，你搁去食迄款吼，迄个吼，就是盐性的物件，迄个做咸卤吼，咸卤吼，真咸的咸啊卤就是卤汁的卤吼，喙焦都食咸卤，安尼毋就气倒害吼，就是讲吼，迄个你若要甲对应讲华语到底安怎翻咯？其实伊是较活吼，揠苗助长，你要你要互你种的迄稻啊是啥哦？迄落较紧大，你若会使从甲用手甲长哦悬，甲抽哦悬，安尼难免遐稻啊嘛死去，对无？所以哦，揠苗助对，咱会当讲喙焦食咸卤，